看看新聞網。佢做星媽 Kelly 推仔8位數廣告 ，Kelly 抱住呢個就係小籠包 Riley 啦，下巴似足哥哥蝦餃仔，嘴仔就似 Kelly， 成個樣同爹哋餅印咁，好 Q 啊 ！Kelly 尋日公開小籠包私照，兼派千籠小籠包甜品，同大家一齊慶祝包仔農曆滿月。咪以為白雪雪冇嚟味道啊，其實係檸檬味嘅蛋白餅嚟㗎。佢自己梗係左手抱小籠包，右手攬蝦餃仔嘆飯，一盅兩件啊！除咗嘆一盅兩件，喂人奶 ，Kelly 日日指定要食豬雞肉同飲湯。唔辛苦嘅，係即係需時咯，即係喺度等佢，不過喂完少少腰骨痛咁啦。2個月到差唔多咯。咁蝦餃仔知自己做咗大哥未啊？大哥好多嘢講，又成日要你講故事，又即係都仲未好似 feel 到細佬喺度咁啊！但放學翻到屋企就一定會同細佬 say 個 hello先，又中意睇佢沖涼，瞓覺前就 good night kiss 細佬，好有大佬風範㗎。一對寶貝咁趣致，已經有好多廣告商 hold 住佢哋啦。聽講仲有人出8位數咁多添，但 Kelly 唔想咁快做星媽，驚佢哋辛苦，推咗嘞。佢自己就會坐完月開始錄新碟。